为对抗议小李海本人污染，新主任新部长起普沙去嘅建议，19年来蛮难以全情抗议，要求讲填充莫老废水排入到几条生活红下位置是嘅小李海，按多年来建议咪系建来建求心，今日喊接受嚟专业剧场嘅配乐，如小李海污染做主题，创作嚟舞台剧《小李海蓝老虎》，呈现老中强烈三团人对两条目前后冇用上嘅元素，咪希望大帮剧场嘅展出，建议为汉娜主图来参加公共事务。还我亲近小李须。小红卡人拍大舞狮布条，台上嘅喊出诉求口号，呢度是曾經發生過抗爭場面，底下內化咗社區嘅養分，變作舞台劇嘅內容。日本很多民眾了解小李行長時間污染了抗爭嘅爭議題，新部長起步社區見面，將記錄可唔可以設計家人，今年長時間讓公僕們抗爭示威嘅過程搬到舞台等，所以希望做得很像很多民眾共下來關心設計大業家人。从我们友达华映公司哈，就排放的废水，让我们其实很困扰，因为我们小孩、大人全部都用这里的水，那如果受到感染，我们其实很难过。对，那我想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很可恶。拿出小李行蓝老虎舞台劇嘅想法，係來自新部全面長時間運輸廢水之苦，唔但成本當地生態變態氣，讓嚴重嘅影響居民嘅空間。所以經過專業劇場嘅培訓之後，社區民眾用強化創作嘅方式傳遞羅中強三台對小李行嘅轉向。從今年7月份開始，到禮拜5下午頭，就會對當地3年級嘅苗片排練2點鐘，從服裝到陶器做成嘅居民即刻作為，希望透過劇場嘅表演來代替激烈嘅抗爭手段。睇個白眼條沙，全部係老人家、中年人下多啊，婦人家到後生人可能用戲劇嘅方式來表現啊，嗬，適合呢條沙啊，就係另外一種方式柔性的表達啦。小時候怎麼樣子跟這個河流的關係過程，慢慢去把它就是把這個共同記憶去找出來，那大家慢慢的就會去想到自己跟河流的關係。那從這個關係的建立之後呢，大家在做這樣子的戲劇演出就會更生動。因為廢水離行會議準備擺嘅天氣會，預計是明年20月召開。係講就前途來執行，會議結束之後就會進行簡單嘅封管儀式，解決15年來小李行污染嘅問題。兩群社區表演者又會對封管概念正式做小李行藍老虎，用人性嘅力量來詮釋長期抗爭下嘅過程，要重拾目前後小李行嘅魅力และ愛笑。下個是莫文耀新竹報道。